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阿国啊，各种啊我知，恁自己的伫北部广播电台做主持人，毋是？我今晚要讲这个阿国啊，是阮电视台的导播。一摆我甲问，讲啊，讲遐导播，你安尼生做人权汉大，过去还未入电视台服务进前，你咧做啥物事业？哦，我伫生意场咧载货，我拢载行的。北部运落去南部，你敢知？一摆吼，我看到阮头家出一批新衫，我甲学了，讲这批衫布质水，花草阁水。好朋友啊，花草，解说就是花样。啊，毋敢若厝头前这个花就会通，无毋对，毋是敢若讲花草水尔呢。因为吼，南部甲咱吩咐济，头家我甲你讲，拢总10件10箱，我等下吼摸起来到我火车顶，我随要起行，换头家甲我怀疑。啊，讲遐甲我讲，头家那目头夹落来讲，你敢有迄个绿草？哦，好朋友，绿草，原来甲草无牵连的，就是讲绿头啦。啊，咱会斗这个草，台湾话后壁面啊斗一个草，解说应用拢相共。啊，哪有应用？来，故事你继续听我讲。头家原来真要紧，真烦恼，讲啊讲遐，你安尼要驶落南部，到底路草有熟也无熟？路草。我那后壁佫斗一个草，讲来到这吼，佫先甲你说明一下啦。这个草，台湾话解说，你若以语言角度，就是讲有说大范围的状况甲程度啦。所以路草有熟无熟，毋是讲你会晓暗念。我知啦，中孝西路桶、中孝东路、中山南路桶、中山北路，毋是会晓暗念，是讲吼大范围去到鹿港，行东往西，普遍有一个印象。安尼咱讲吼，说路草就有熟了啦。啊，讲遐听到因头家安尼应尔。讲路草毋但我有熟，我甲你讲，我要搁载2撮，因为我即马载落去了后，恁紧赶工，趁即马大家咧要义讲，即批衫有啥互人有甲无抢颜，花草水毋大家爱要买，饲草长好，咱加载一撮，互我加趁一撮。饲草，好朋友啊，饲草原来共款厝头前迄字就会当解说啊，就是市场的反应长好。啊，若安尼四字词摆做伙，咱就知影呢，花草。状况甲程度来解说就是花样，绿草状况甲程度来解说就是绿头，路草状况甲程度来解说就是讲吼路途你有熟甲无熟。过来上尾一个讲，或者饲草，就是市场的反应长好的时阵，咱讲饲草长假呀，这个草咧应用实在真趣味。